Hello，歡迎你哋好。今日假期嘅得屎一日，大家好，我係仲紅，歡迎光臨。你哋好。不過 follow 訂閱禮莎 Facebook 兩個 YouTube 一個。不過最唔快樂嘅號已經發生咗我哋影星面前，我哋自一位 TVB 嘅老當突然走咗，腎衰竭，癌症腎衰竭，係。方年係36歲，嗱，視頻好友交翻俾嗰個佢哋家人嘅意願啦，係啦，唔講藝人啲乜嘢啦，由藝人家屬決定派，我都係代表嗰個遺孀嘅，阿莫生嘅遺孀，我都一定要去噶啦，嗰個呢位申請金牌錄咗個超人咧，好叻嘅，我都想認同呢家人咧，好想讚。我哋已經做緊後代，係冇錯，多謝阿李超雄嗰班，但影星都喊到我自己未平復嘅，我知嘅。嗱，身後事咧，由佢哋籌備緊噶啦，有幾位人，一個咧就係發言人嘅黎小姐啦，黎小姐都以前喺做城市追擊嗰個，唔該啊，我係本代表配音師嘅遺孀，配音師嗰個，我哋將於決定可能會出席。我會出席許生上一程許少雄先生嗰個，等佢官方網頁等佢哋嘅聲擺先。我哋都係無線嗰個老友，成隊第一期好早期嗰啲咧，一定要去嘅。我哋後代，我舅父92好似92定93入去 TVB。訓練嘅，最早做配音師，我見過阿雄哥嘅，好似係抽住支煙嘅，我記得，都話其他見識我知咩，好似關學生之前喐下，臨尾有啲嘢，臨走嗰一刻我見到佢揸住坐輪椅嘅，我記得喺波打路度，見到個老人家推住下關海山坐緊輪椅嘅，我都見過，大概係2002及2003年嘅事嚟嘅，唔記得同大家講當初嘅嘢，可能唔知啊，個關海山已經走咗好耐啊，有成20幾年啊。我知臨尾有嘢噶，坐住啲輪椅咧，已經唔係好穩陣噶啦。佢揸住兩個搭住兩個雙腳，我都早知嘅，唔會夠得費事公開啦，公開麻煩啦，係啦。今次許生突然之間已經好吃力，可能話訪問要休，唔得碰拍埋片添，我冇辦法啦。都好好人嚟嘅，我亦當初我舅父未走嘅，話想舅父真未走嗰陣時，拍緊劇啊嘛，啲人成班藝人咧已經拍啲劇本諗住播出街啲劇集咧係唔同嘅，好唔好講住，今日講啲咩？講民航機先，今日介紹 FDOYS 嘅民航機。仲係飛緊未退嘅全日空777-300普通版，係啦，佢用緊 TE 90115嘅，再200零300人啦，佢有咩咧？有杯啦。機頭啦，
全部飛行紀錄係咪嚟嘅？所有飛機嗰啲飛行紀錄喺晒呢一度，翼後邊係，依家係經典嘅777。聽聞佢依間公司都訂咗900機啊，777、8同埋9啊，最尊重嘅民航機都係佢呢間啊。內籠啦、引擎啦，依家係1:500嘅，係啦。嘅嚟個內籠啊，我俾埋你睇先啊，等一陣啊，好，見到啦。燈把、升降台、2個運筒、機艙、水杯，就係我介紹呢一款早期嘅，就係2000，好似零幾啊，07年08，係啊，07年08我記得啲嘢，係啊。2011度又係，好，繼續。嗱，機身就係咁嘅，啊，佢係中間啦，個尖咧就係兩邊嘅，係啦。旗就有嘅，係啦。有旗有成嘅，尾係咁嘅，係啦。好，講完啦，多謝觀眾嘅Facebook like channel、點 like channel 記得 follow 訂閱 like 下，下條片喺其他片再講，多謝晒，有手望，拜拜。